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，这气象署指出，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上紧，伫今仔日下晡就会正做是今年第6号的风台微帕。伫咧拜五、拜六的时阵是上倚近咱台湾，也若今仔日呢，这各地要是真烧热，过到山区是会落雷公雨，明仔载开始是会受到这风台外围水汽的影响，台湾东部会落阵雨，也若拜六礼拜的时阵，伫咧屏东就要特别注意，可能会落大水雨。今天主要就是今天可能就会形成这个微帕台风的一个部分。气象署指出，热带性低气压 TD09上紧伫礼拜四下晡形成做今年第6号风台微帕，向西北方向行，进入南海了后，对中国广东地区登陆。虽然未进入台湾，不过外围环流会带来大量的雨水。18号一直到19号这段期间，相对距离台湾会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时候，所以在这2天的一个影响上，也算是相当的明显。受到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，拜四台湾各地天气无稳定，过到了后拢会有雷公雨。拜五、拜六风台上接近台湾，到时东半部可能会出现大水雨、大豪雨的情形。南部地区规工嘛有落袂停的雨，也若北部和中部就要注意过到了后的雷公雨。在东半部地区都是容易会有普遍性大雨，甚至是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。至于像是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，以及外岛的澎湖、跟马祖的话，这个雨势上也会逐渐变得比较明显一些。只是说在这个雨势上来讲的话，目前看起来还是以午后雷阵的一个情况为主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，后礼拜伫台湾东南海面上可能阁有新的低气压系统影响台湾，到时替台湾带来阁较侪雨水。如果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三这段时间，全台拢会闪雨，进入湿热的天气形态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